歡迎大家嚟到 iFast What and Where to Invest 2026 Second Half。踏入下半年，我哋點樣可以平衡風險同埋回報？又點樣可以去捕捉一啲新興嘅機會呢？我哋今日非常之榮幸邀請到多間嚟自唔同嘅基金公司嘅代表，同大家深入剖析投資策略。而家都係通脹主導，咁聯儲局都冇一個誘因去減息啦，咁所以下半年大家都會預期一減一次息或者係唔減息呢兩個可能性啦。點樣由美國啲北亞嘅市場度咧轉入去一啲比較低估值嘅包括咗中國 IT 啊、國產替代等等，並且咧就係話喺下半年再創新高啦嚇。新興市場包括拉丁美洲，因為佢哋出產資源，同埋中國嘅中型股，淨係靠內需嘅啫，對政治嘅敏感性、對貨幣嘅敏感性都係低嘅。但係如果你能夠將呢啲現金適當地運用呢，係可以提升公司嗰個股本回報，間接地咧提升公司嗰個股價。咁呢個亦都係推動緊日本個企業嘅支出，係一個好大嘅刺激嘅作用喺度。你唔使再從零去幫你嘅客戶咧去砌一副積木啊，將投資啦、配置啦、定期監測啦或者調倉啦 rebalancing 嘅呢啲動作咧，同埋解釋點解我哋要咁樣做咧，去幫大家咧 package 好，成為一個咧可以 copy and paste 嘅 SOP。個 portfolio 咁樣去睇嘅話，其實針對一啲國家或者地區，我覺得都非常之重要。咁 ETF 嘅最優勝嘅之處就係個透明度啦。咁你可以就睇住個 NAV 嚟到，同埋個 ETF price 嚟到做個比較。portfolio 嘅呢一個世界咧，歐美啊、澳洲咧，其實係好流行。正正亦都因為 AI 嘅年代，其實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先至係應該將啲時間 invest 落去 ，outsource the other，deepen the relationship。呢個就係我哋想去做呢個 portfolio 嘅宗旨。